2023年5月，山西大同一場睇落好似普通嘅訂婚宴，卻喺24小時之後演變成一宗轟動全中國嘅刑事案件。訂婚第二日，女仔由14樓嘅婚房逃出嚟，再跑到13樓求救。事後佢選擇咗報警，以強姦罪將未婚夫告上法庭。但係男方嘅屋企人卻大嗌冤枉，話呢件事根本唔係強姦，而係彩禮傾唔掂，甚至仲爆出女方依然係黃花閨女。呢場官司足足打咗2年，最後法院仍然判男方強姦罪成。但係呢件事引起嘅爭論遠遠未結束，有人話呢個係正義嘅勝利，亦有人擔心咁樣會令男人唔敢結婚。2023年5月2日夜晚，山東省大同市陽高縣公安局接到一通報警電話，電話入邊嗰個女子情緒完全崩潰，佢喊住話自己遭到侵犯，警方迅速出動，立即展開調查。報案嗰個人叫吳雪林，侵犯佢嗰個人叫席海洋，正係佢嘅未婚夫。2023年1月30日，席海洋同吳雪林經婚姻介紹所介紹先認識，5月1日係佢哋嘅訂婚宴。按照當地習俗，席海洋喺訂婚宴上俾咗吳雪林10萬蚊嘅彩禮，同埋一隻重7.2克嘅金戒指。席海洋話俾吳雪林知，婚後會補翻剩低嘅8.8萬，1年後仲會喺房產證上邊加翻佢個名。訂婚當日，兩家人簽咗一份正式書面協議，上面寫住結婚前如果男方反悔，彩禮唔退；女方反悔，彩禮全退。5月2日中午，吳雪林父母設宴通知親友，完結之後，佢跟席海洋一齊返婚房休息。休息期間，席海洋突然提出性要求，吳雪林聽到之後覺得非常震驚，因為佢已經強調過好多次自己唔會接受任何婚前性行為，但出於尊重，佢仍耐心話俾席海洋知結婚後先再講。但一件令佢完全難以想象嘅事發生咗，吳雪林聲稱席海洋完全唔理佢意願，強行對佢作出侵犯。當警方問到具體細節嗰陣，吳雪林平復咗好一段時間。佢話當時兩人坐喺床上休息，佢拒絕之後，席海洋突然壓過嚟，開始用手除佢啲衫。佢嘗試反抗，但席海洋死死捉住佢右手，無奈只能用左手推佢。但係男方力氣大，根本推唔開。反抗期間，席海洋仲拉扯拖載佢，甚至順手拉埋窗簾。事發後，吳雪林好崩潰，唔知應該點做，於是先去洗手間沖涼，跟住心急想翻屋企。呢時席海洋搶走佢手機，將佢反鎖喺屋入邊，自己落樓攞車。趁佢攞車期間，吳雪林喺客廳攞咗一把紙巾，點着後用嚟燒床邊個櫃，再用打火機點着窗簾，試圖用火警引起注意，得到救援。席海洋翻嚟見到窗簾着火，即刻去廚房攞水救火。於是吳雪林趁機跑出房間，由14樓跑到13樓，期間一直大聲呼救。席海洋好快追上佢，捉住佢手臂，強行拖入升降機。升降機到14樓後，吳雪林死都唔肯出去。佢坐喺升降機，用腳踢升降機箱，表示反抗。俾席海洋強行扯翻房後，佢再次要求席海洋送自己翻屋企。翻屋企途中，席海洋一直冇還手機俾佢，直到佢阿媽打電話過嚟，吳雪林接過電話，即刻向阿媽哭訴遭到侵犯，並喺當晚報警了解基本情況後，陽高縣公安局迅速去到席海洋屋企勘查現場同搜證。同一時間，吳雪林條內褲亦送去鑑定中心。喺席海洋屋企，警方發現睡房個櫃確實有燒過痕跡，窗簾少咗一幅。席海洋阿媽話佢將燒焦部分剪落嚟掉咗。警方攞走睡房床單送去化驗，因為升降機入邊發生過爭執，佢哋調取閉路電視片段顯示席海洋確實有拖載行為。吳雪林掙扎得亦非常激烈。5月5日，警方正式立案並強制帶走席海洋。6月26日，席海洋被起訴到陽高縣法院。8月24號，呢宗訂婚強姦案喺陽高縣法院開庭審理。當時所有人都估唔到，由案件開始到審訊結束，呢宗案件會持續足足2年。5月19日，警方攞到全部檢測結果，睡房將花床單驗出混合基因型，亦即係送檢材料入邊驗出唔同個體嘅血液、唾液、脫落細胞等物質，當中包含雙方 DNA。
除此之外，床單上邊仲提取到男方嘅精斑，而且同席海洋嘅基因型一致。喺吳雪林嘅內褲同陰道色紙上邊就冇驗出人類精斑同 STR 分型。STR 分型係一種基因片段分型技術，透過檢測人體染色體上嘅短串聯重複序列識別個體。每個人嘅 STR 序列都有獨特性。如果男方曾經用手接觸女方內褲，就可以喺內褲上邊揾到男方嘅 STR 分型，但呢份檢測結果既冇驗出男方，亦冇驗出女方，應該屬於一份無效嘅檢測結果。2023年8月24日係案件正式開庭審理嘅日子，吳女士冇到場。同年12月25日上晝，法院宣判席海洋犯強姦罪，判處有期徒刑3年。席海洋一家人唔服，佢哋即場提出上訴，正式開啟長達2年嘅審訊過程。二審期間，兩家人爭論嘅焦點主要圍繞3個問題。首先係性同意，席海洋攞出訂婚協議，佢話兩個人已經訂婚，有明確嘅結婚意願，拍拖期間感情一直好好，根本唔存在強迫，而且吳雪林當時係自願除衫。就嚟開始嗰陣，佢突然話怕痛，自己即刻停止所有行為，仲安撫吳雪林同佢溝通。對於席海洋呢個講法，吳雪林回應話佢根本亂啦，拒絕婚前性行為係佢一直堅守嘅原則，而且衣櫃同窗簾都可以證明佢曾經反抗。升降機、閉路電視更加清楚影到席海洋逼佢。跟住席海洋一家亦質疑證據嘅有效性，佢哋提出上訴嘅依據係醫院診療報告，上面顯示吳雪林外陰同處女膜完整，冇新鮮破口，而且佢條內褲亦冇驗出席海洋嘅精斑。佢哋認為呢啲證據可以證明男方冇強制行為，反而係吳雪林不懷好意，事後故意破壞現場，偽造證據。而佢之所以偽造證據，正正係因為第3點，佢想呃彩禮。講到呢度，席海洋阿媽顯得非常憤怒，佢話俾大家知，吳雪林本來冇諗住告佢個仔，只係因為呃錢唔成功，先至冤枉佢。5月4日喺警方正式立案之前，吳雪林個哥哥曾經上門揾席家人傾過，佢要求席海洋即刻俾清剩低嘅88000蚊彩禮，仲要提早喺房產證寫上吳雪林個名。當時警方亦為雙方調解過，勸說理由係席海洋同吳雪林本來都準備結婚，既然發生咗呢種事，提早將原本要俾嘅嘢俾咗，大家協調一下件事就可以過去。席母堅決唔同意用呢種方式加名，所以吳雪林先正式決定控告席海洋強姦。針對呢一點，席海洋阿媽仲提出一宗財產糾紛案，要求吳雪林一家退還彩禮。當時網上亦有好多人聲援席母，佢哋起底發現吳雪林以前從來冇結過婚，再據此猜測吳雪林係慣犯，經常同男人拍拖呃彩禮。正當網上輿論一面倒鬧吳雪林嗰陣，事件出現反轉。2025年4月，經過法院查證，早喺一審立案之前，吳雪林已經將10萬蚊彩禮同戒指退翻俾婚姻介紹所。婚姻介紹所當日就通知席母去攞財物，但係席母冇去。當時一審法院為咗結案，仲叫婚姻介紹所將戒指送去法院。法院追住要退翻俾男方，但席海洋一家依然拒絕領取，所以佢指控女方呃彩禮，要求退還彩禮嘅講法根本唔成立，而且好快俾法院駁回。席海洋上訴嘅重點大概就係呢啲。2025年4月16日，二審結果出咗。法院綜合各項證據，決定維持原判，以強姦罪判席海洋3年有期徒刑。值得一提嘅係，二審法院仲點名訓誡席母，因為呢單案件之所以拖咁耐，社會輿論又反覆轉向，席母就係最大推手。由於涉及女方私隱，呢單案件本來係不公開審理，但一審宣判之後，網上出現大量謠言。法院認為席母作為辯護人，多次將涉及吳雪林私隱嘅資料放上網，侵犯咗吳雪林嘅私隱權。2023年12月25日，席海洋阿媽話俾記者知，宣判過程竟然只有40分鐘，期間吳雪林阿媽提供嘅一段電話錄音，竟然成為定罪嘅重要證據。錄音入面，吳雪林阿媽問席海洋，兩個人已經訂婚係咪？席海洋回答唔。佢再問強暴佢個女係事實係咪？席海洋同樣回答唔。席母非常嬲。佢認為唔可以單憑一個誤字
就話席海洋承認強姦。佢話呢個字可能只係代表個仔尊重長輩，純粹回應長輩講嘢。佢仲憤怒表示，一審宣判嗰陣，佢哋屋企請嘅律師都冇到場，律師向法院提交嘅26條意見亦全部冇被採納。席母一氣之下申請向12名執法人員追究責任。除此之外，席母仲話俾記者知，吳雪林同佢個仔嘅口供亦唔一樣。席海洋話佢只係下體有接觸，並冇插入。2024年3月30日，席母喺網絡平台發文話，佢哋去婚姻介紹所查問彩禮情況，婚姻介紹所找門唔見人。當有人問佢點解升降機入邊會出現拖扯，佢話係因為個仔怕吳雪林發生意外，所以先要帶佢返屋企，並唔係為咗強姦。雖然二審已經宣判完結，但係呢單案件嘅爭議唔止存在喺法律層面，喺輿論場上更加掀起軒然大波。尤其係男性群體，佢哋普遍對呢單案件表達強烈不滿。一時間，司法機關遭到圍攻，好多男性認為乾脆取消二審算，體制內根本冇糾正錯誤嘅能力。公檢法3個部門互相包庇，為咗避免俾人追究責任，呢個就係堅決維持原判，將所有冤案都變成鐵案。佢哋指出，女方嘅處女膜仍然係完整，點算係長巷發生關係？對呢一點，法院就有回應。回應內容係處女膜形態各異，並唔係所有人都一定會受損。強姦罪嘅認定亦唔依賴生理依據，關鍵在於有冇違背其他人意願。但有啲男性就繼續追問，發生關係係一種特殊情景，女方拒絕唔一定代表真係唔同意，佢可能只係欲拒還迎。除此之外，彩禮問題亦係爭議入邊嘅焦點。有人認為彩禮就係性關係嘅籌碼，男方為咗訂婚付出巨大經濟代價，俾咗錢卻唔俾掂，最後仲落得坐監嘅下場，實在好唔公平。當然，亦有一部分人認為，經過呢宗案件，表面睇好似係男方輸咗，實際上就係贏咗。女方想要嘅彩禮將會用一種意想不到嘅方式被社會取消，輿論變得越嚟越失焦，進一步引發關於性別平等等唔同層面嘅討論。有啲人將矛頭指向女性群體，認為社會實在過分偏幫女性。呢種聲音一喺網絡出現，就好快引嚟激烈反駁。亦有人將目光放喺雙方家人身上，認為兩邊家長嘅做法都令人寒心。一個打住家醜不可外揚嘅旗號，想扮成乜嘢事都冇發生過，趕住將個女嫁出去；另一個就用愚昧方式愛住個仔，仲用最惡毒嘅說話中傷同性。喺呢宗案件入邊，如果女方真係因為彩禮問題而誣告男方強姦，咁唔單止係嚴重侵害男方權益，亦係公然挑戰司法公正。相反，如果男方確實存在強姦行為，彩禮問題亦唔可以成為佢逃避法律制裁嘅借口。以上就係今期嘅全部內容，歡迎喺評論區同我哋互動討論。呢度係鍾 Sir 講案，我係鍾 Sir，我哋下期見。